一次洩密毀咗3個人，一場收電腦嘅風波，佢掀翻咗成個香港娛樂圈。意想唔到嘅係，摧毀港片接班人、玉女掌門人、銀幕美人嘅，唔係票房失利，唔係資本博弈，而係普通人手裏邊嘅鍵盤。身份嘅反差帶嚟最殘酷嘅衝突。佢哋係鎂光燈下邊嘅偶像，係港片復興嘅希望，係萬千粉絲嘅青春符號。但喺泄露嘅照片裏邊，佢哋卻成為咗最脆弱嘅犯人，被赤裸裸咁推到眾人嘅審判舞台。一夜之間，神壇崩塌；一夜之間，港娛斷層。觀眾憤怒，資本退縮，媒體狂歡，流量同偶像、信任同神話都喺嗰年被摧毀殆盡。但點解幾張相就能夠摧毀3位前途無量嘅明星？點解個收電腦嘅插曲能夠掀起足以摧毀行業嘅風暴？係明星嘅私德問題，定係公眾嘅道德狂歡？係資本嘅冷酷算計，定係時代嘅必然選擇？照片們究竟毀咗嘅只係佢哋嘅人生，定係成個香港娛樂嘅未來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姐姐有嘢講，我係小 P，今日嚟同大家講一講當年震撼全港嘅照片門事件，一場從收電腦開始，卻足以顛覆香港娛樂圈格局嘅世紀風暴。第一章，燦爛星途嘅開端。21世紀初，香港電影仍喺餘溫中閃爍，無間道2嘅票房同口碑再次喚醒咗大眾對港片嘅熱情。嗰陣嘅娛樂版面上邊，除咗劉德華、梁朝偉、張學友等老牌嘅巨星，大家仲熱切咁期待住新一代偶像嘅崛起。就喺咁樣嘅氛圍裏邊，一個年輕嘅名字迅速走紅，陳冠希。陳冠希係幸運兒，更加係時代嘅寵兒。佢唔使演藝圈嘅底層摸爬滾打，亦都無需用10年磨練去換一個出頭嘅機會。俊美嘅面孔、混血嘅氣質、張揚嘅個性，令佢從人群中輕易脫穎而出。佢個背景更加係堅實。爸爸陳澤文係商界人士，手握資源同人脈，即使唔靠天賦，佢都有條件大資進組。然而，偏偏佢仲擁有舞台表演嘅靈性同埋創作嘅才華。香港媒體喺報道嘅時候，毫不吝嗇日美支持。佢有梁朝偉嘅演技、劉德華嘅人氣。哥哥張國榮曾經親自為佢寫歌，周杰倫視佢為後輩細佬，成龍更加係帶住佢上台下場，稱佢為秘密武器。嗰陣嘅陳冠希既係流量，亦都係實力；既係潮流，亦都係未來。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佢會成為香港電影嘅接班人。與此同時，另外一位冉冉升起嘅巨星張柏芝，亦都用清新脫俗嘅氣質俘獲咗觀眾嘅心。自喜劇之王一炮而紅，佢就被媒體譽為香港嘅第2個女兒。佢嘅美貌並非張揚，而係一種帶住靈氣嘅清澈，尤其係嗰雙閃住黑曜石光芒嘅眼睛，似乎能夠喺無聲嘅瞬間傳遞住無盡嘅情緒。佢被稱作新時代嘅張曼玉，甚至香港最後一個美人。事端峰嘅時候，佢同謝霆鋒因為愛喺埋咗一齊，佢亦都因此同向華強家族漸生隔閡。港娛江湖一向錯綜複雜，呢段感情唔單止令到佢成為咗娛樂頭條，亦都令佢嘅星途埋低咗隱患。但當年嘅張柏芝仍然係銀幕上面嘅璀璨女神，媒體同觀眾都寄予厚望。與此同時，樂壇都迎嚟咗新嘅青春偶像 Twins 橫空出世，以女校男生、下一站天后等歌曲迅速席捲校園同街頭。佢哋代表咗青春、甜美同埋純真，係無數少男少女心目中嘅偶像。尤其係阿嬌，佢嘅清澈笑容同埋怕醜嘅氣質，令到無數青少年心動。嗰時嘅校園午後，一個男仔遞出嘅耳機，對暗戀嘅女仔講：你戴左邊，我戴右邊。喺一首歌嘅時長裏邊，佢哋好似擁有咗成個青春。陳冠希、張柏芝、阿嬌，佢哋分別代表咗電影、影視同樂壇嘅新希望。3個人一度係嗰個時代香港娛樂圈最耀眼嘅名字，亦都係公眾寄託未來嘅符號。然而星光燦爛之時，命運亦都係悄然醞釀轉折。冇人估到，僅僅幾年之後，一場突如其來嘅風暴將徹底改變佢哋人生。2008年，陳冠希28歲，張柏芝28歲，阿嬌27歲。呢個係一個青春正盛、未來無量嘅年紀，卻亦都注定咗成為佢哋生命裏邊最難以邁開嘅烙印。
第二章，2008年嘅黑暗風暴。2008年1月27號，一張香港論壇匿名上傳嘅照片，如同投向娛樂圈嘅一枚炸彈。相裏邊嘅男主十分似陳冠希，女主疑似為鍾欣桐，兩個人親密無間嘅身影被呈現，短短數個鐘頭就喺網絡上面瘋傳。雖然管理員好快刪除咗原帖，但複製轉發嘅速度遠遠快過任何刪帖嘅動作。僅僅過咗一個晚黑，風暴升級，新嘅匿名帖出現，直指呢啲相並非惡作劇，而係源自陳冠希嘅私人電腦，甚至暗示仲有張柏芝嘅身影。消息一出，全港譁然，娛樂頭條被迅速攻陷，電視、報紙、雜誌爭相報道，公眾喺震驚同好奇裏邊陷入咗瘋狂轉發。1月28號，陳冠希同阿嬌所屬嘅英皇娛樂火速回應，堅稱照片係合成嘅，並強調已經報警處理，同時警告大眾不得傳播，否則係承擔法律責任。然而聲明仲未撐過3個鐘頭，有一批新嘅相曝光，呢次涉及到藝人陳文媛。好快，連陳冠希嘅現任女友豪門出身嘅楊永晴亦都被捲入其中。自此，事件已經無法收拾，佢唔再係單一藝人嘅緋聞，而係牽扯到影壇、樂壇、豪門世家嘅全方位危機。英皇嘅合成論顯得無力，成個輿論場喺質疑同怒火中失控。2月4號，沉默多日嘅陳冠希終於現身，佢身着淺色嘅襯衫，面容憔悴，喺鏡頭面前鄭重鞠躬，錄低咗一段90秒嘅視頻。而家我呼籲所有人幫助此案嘅受害者。如果你曾經下載過任何有關嘅圖像，請唔好轉發俾任何人，請唔好發送俾任何人。如果你而家仍然持有呢啲圖像，我促請你即刻銷毀圖像，等我哋一齊嚟幫助受傷者治癒佢哋嘅傷口。我促請你幫助受害人，唔好令到任何事變得更加慘。呢段話同英皇嘅立場明顯不符，被外界視作對照片真實性嘅變相承認，媒體同公眾嘅震動再次被推向頂點。17日後，佢喺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召開記者會，嗰個一次現場直播，數百家媒體齊聚，氣氛凝重。陳冠希企喺台上，聲音顫抖卻清晰。我承認大部分網上流傳嘅相都係自己拍攝嘅，但呢啲相都係非常之隱私嘅。我從來都冇打算將呢啲相向他人展示，呢啲相係從我呢度被非法盜取嘅，亦都未經過我嘅同意就發咗出去。隨後佢正式宣布退出香港娛樂圈，嗰一刻成個香港都停止咗呼吸，曾經嘅明日之星就咁樣親手關上咗自己演藝生涯嘅大門。然而風暴遠未結束，自最初嘅幾張相開始，數量不斷增加，3張、6張、200張、400張，直到警方介入之前，流出嘅相已經超過1300張，網絡成為咗洪流，冇任何人能夠阻擋。香港演藝協會無奈咁講，呢個香港人嘅悲哀。照片門唔單止摧毀咗3位主角嘅名譽同埋事業，更令到成個香港娛樂圈嘅根基動搖。張柏芝失去咗接棒張曼玉、劉嘉玲嘅機會，女神形象轟然坍塌。Twins 嘅玉女掌門人地位即刻破碎，阿嬌嘅形象跌入谷底，陳冠希更加被迫遠走，失去咗繼續喺影壇閃耀嘅可能。照片門好似場驟然而至嘅颶風，撕裂咗偶像嘅神話，亦都令到觀眾意識到資本捧出嚟嘅清純形象並非堅不可摧。佢唔單止摧毀咗一代新星嘅未來，亦都令香港娛樂陷入咗前所未有嘅信任危機。風暴過後，星光隕落，而更加殘酷嘅係真正嘅考驗先啱啱開始。3位主角將如何喺餘波裏面掙扎，呢個先至係命運俾佢哋嘅第2場試煉。第3章，3位主角嘅坎坷人生。照片門之後，3位曾經並肩升空嘅年輕人，好似俾命運推上咗3條迥然不同嘅軌道。陳冠希浪子歸於家庭，卻難掩遺憾。嗰位曾經意氣風發嘅翩翩少年，如今已經收起鋒芒，將全部嘅精力都放在家庭同埋個女身上。佢頻頻咁喺社交媒體上邊分享個女嘅成長瞬間，生日嘅蠟燭、海邊嘅背影、日常嘅微笑。佢以超級奶爸嘅身份出現，努力令自己成為一個溫柔而可靠嘅爸爸。然而，再甜美嘅父愛，亦都無法完全覆蓋佢心目中嘅遺憾。作為演員，
佢喺事業巔峰戛然而止。作為歌手，佢嘅聲音被迫消失喺舞台上邊。無奈潮牌生意幾成功，佢始終承認演戲係佢未竟嘅夢想，係心底難以磨滅嘅痛。張柏芝，美人背後嘅孤勇。曾經佢係香港影壇最亮眼嘅女神，被稱作最後一個美人。但風波之後，佢嘅生活逐漸走向坎坷。佢同謝霆鋒嘅婚姻最終破裂，留低嘅係一段備受矚目嘅失敗愛情。離婚之後，佢獨自撫養小朋友，喺流言同埋非議中努力維繫一個媽媽嘅堅強。公眾見到嘅佢依然美麗動人，但眉宇間多咗一份難掩嘅倦意。佢綜藝節目裏邊依然爽朗笑住，但鏡頭之外，佢不得不獨自面對生活嘅重擔。張柏芝用佢嘅堅韌證明，美人唔單止舞台上邊嘅光影，更加係生活裏邊嘅孤勇者。阿嬌，陰影裏邊嘅脆弱靈魂。阿嬌或者係最令人心痛嘅一個。風波過後，佢嘅人氣一落千丈，事業幾乎崩盤。雖然佢嘗試音樂會同埋影視作品復出，但每一次亮相，觀眾嘅目光裏邊都夾雜住複雜嘅情緒。多年之後，喺一檔訪談節目裏邊，有人問佢點解當年要拍低嗰啲相，佢沉默咗好耐，眼眶泛紅，哽咽住咁講：大概係唔希望佢離開我吧。呢句話令到無數人動容。佢唔係虛偽嘅偶像，只係一個喺愛情裏邊渴望依賴嘅普通女人。即使經歷婚姻同埋離婚，佢依然難以真正行出陰影。佢渴望被愛，佢又經常被現實推回孤獨。佢嘅眼神裏邊始終有一抹揮之不去嘅哀傷。然而比三人命運更加殘酷嘅係外界輿論帶嚟嘅二次傷害。事件之後，媒體同網友幾乎一致將道德嘅鞭子揮向佢哋。張柏芝被罵作不忠，卻冇人指出佢同謝霆鋒喺照片流出時候仲未成為情侶。阿嬌被斥為虛偽，卻鮮有人體會佢作為偶像所承受嘅巨大壓力。陳冠希表面被譏諷，實際上佢令到好多人暗暗妒忌佢曾經擁有嘅愛情同埋自由。呢個一次集體嘅道德狂歡，冇任何喺屏幕後邊肆意指責，將明星嘅痛苦當作娛樂，將流言同埋謾罵當作正義嘅聲音。佢從來都冇意識到自己同樣都參與傷害。照片門唔單止暴露咗幾位藝人嘅隱私，更加揭開咗大眾嘅窺私欲同埋冷漠。呢場風暴令佢哋從神壇跌落凡間，佢哋唔再係鎂光燈下邊嘅完美偶像，而係帶住傷痕努力生活嘅普通人。而與此同時，娛樂圈本身亦都被呢場風暴推入咗信任危機。三個人嘅坎坷人生，正係香港娛樂集體沉淪嘅縮影。第四章，餘生嘅掙扎同遺憾。歲月無情咁推住時間向前，事件過去10幾年，三位主角早就已經唔係當年舞台上邊最耀眼嘅名，但佢哋嘅人生軌跡，佢始終被嗰場風暴所牽引。陳冠希被奪走嘅激情。陳冠希兌現咗承諾，徹底退出香港娛樂圈。佢喺潮牌同埋時尚產業裏邊揾到新嘅身份，逐漸成為商人同埋潮流教父。喺年輕人裏邊仍然有號召力。更重要嘅係，佢成為一位超級奶爸。社交媒體上邊嘅日常唔再係昔日嘅鋒芒，而係充滿溫情嘅父女合影。然而喺鏡頭外邊，佢個心目中始終有一個難以彌合嘅缺口。電影演戲係我嘅激情，佢哋攞走咗我嘅激情。呢個佢最經常掛喺嘴邊嘅話。2008年，佢加入咗荷里活大片蝙蝠俠，宣傳嘅時候話自己飾演重要角色，但到電影上映，佢只不過係個接待員嘅角色，3秒鐘嘅清晰鏡頭同埋一句台詞。之後喺流媒體版面裏邊，甚至被徹底剪咗去。2016年，佢接受導演劉燁嘅邀請，出演《風中有朵雨做的雲》裏邊嘅私家偵探，一個影射自己過往嘅角色。觀眾原本期待佢通過呢部作品完成復活，然而電影上映嘅時候，佢嘅所有鏡頭依然被刪減，唯一殘留嘅只有一個粵語嘅話外音。所有嘅事都係咁樣，會過去，被忘記，包括我。呢個台詞只係對自己命運嘅判決。陳冠希商業上邊風生水起，但喺內心深處，佢永遠遺憾真正屬於佢嘅舞台被奪走咗。張柏芝，美人嘅孤獨同堅韌。張柏芝嘅命運同樣寫滿曲折。喺事件之後，佢一度淡出娛樂圈，婚姻亦都走向崩塌。謝霆鋒嘅離開令佢成為咗媒體嘅獵物，新聞標題裏邊充斥住棄婦、失敗者嘅字眼。佢不得不獨自帶住小朋友生活，背負住流言蜚語嘅同時，亦都承受咗經濟同情感嘅雙重壓力。
多年後，佢再次嘗試重返公眾視野，接拍綜藝、出席活動，甚至重新走入婚姻。婚禮嗰日，佢依然美麗，依然眼神清澈，令人仿佛見到嗰個喜劇之王裏邊靈動嘅女仔。只係呢份美麗已經唔再係港片黃金年代嘅象徵，而更加似係佢頑強生存落嚟嘅證明。佢從神壇墜落，但依然選擇倔強咁站立。阿嬌，陰影裏邊嘅脆弱靈魂。阿嬌或者係3個人裏邊最令人心痛嘅一個。Twins 當年萬千少女嘅青春圖騰，演唱會萬人空巷，CD 同埋海報隨處可見。但事件之後，呢個組合雖然冇解散，佢早就已經名存實亡。舞台上邊嘅佢哋，更多係懷舊嘅陪伴，而唔係時代嘅符號。阿嬌本人始終難以走出陰影。佢曾經訪談裏邊被問到點解影得嗰啲相，佢沉默咗好耐，眼眶泛紅，最後哽咽咁講：大概係唔希望佢離開我吧。呢個最赤裸嘅坦白，亦都係最殘酷嘅傷口。佢渴望被愛，渴望安全感，但喺公眾眼裏邊，呢個佢成為無休止嘅笑柄。婚姻嘅失敗，事業嘅停滯，外界嘅冷嘲熱諷，令佢顯得格外嘅脆弱。舞台上邊嘅笑容依然甜美，佢再都冇咗當年嘅自信同埋堅定。而喺佢哋嘅背後，仲有無數嘅鍵盤俠。風波過去咗多年，網絡世界依然冷酷，一次次嘅轉發，一次次嘅嘲諷，將呢啲人反覆咁拉咗翻過去。公眾自詡正義，佢喺無休止嘅消費裏邊，成為真正嘅施暴者。陳冠希、張柏芝、阿嬌，佢哋都係經歷者，亦都係受害者。而真正嘅加害者，佢係我哋每一個喺鍵盤背後冷笑嘅人。呢個唔單止3位明星嘅沉淪，更加成個香港娛樂圈嘅鏡像。從個人嘅遺憾同掙扎，到行業嘅衰落同埋斷層，照片門之後嘅香港，再都翻唔到當年嘅繁榮。第5章，偶像神話嘅崩塌。照片門嘅餘波唔單止改變咗3位主角嘅命運，更加令到香港娛樂圈元氣大傷。陳冠希無盡嘅掙扎，佢渴望回歸銀幕，卻始終冇辦法跨過嗰度隱形嘅門檻。每當電影上映，佢嘅鏡頭一唔係被刪減，一唔係被抹去。佢一次次表達對表演嘅渴望，佢只能夠喺時尚產業尋找替代嘅出口。潮牌同埋家庭令佢揾到咗新嘅身份，但嗰份激情被剝奪嘅痛感，從未真正消散。張柏芝堅強中嘅孤獨，佢依然美麗，佢早就唔係銀幕女神，而係獨自帶住小朋友奔波嘅媽媽。曾經無數次閃光燈下邊嘅寵兒，如今更多出喺八卦新聞嘅鏡頭裏邊。佢努力咁重建生活，佢始終冇辦法完全擺脫照片門女主角嘅烙印。外界對佢嘅議論遠遠多過對佢作品嘅關注。阿嬌舞台上嘅陰影，佢依然登台唱歌，但眼神裏邊嘅閃亮已經不復當年。佢渴望愛情，佢屢屢碰壁。舞台上邊嘅笑容，更多係一種表演，而唔係發自內心嘅喜悅。觀眾嘅掌聲裏邊夾雜住憐憫同埋唏噓，咁令到佢更加敏感同埋脆弱。照片門唔單止擊碎咗3位明星嘅人生軌跡，更加令到成個香港娛樂圈陷入咗深層次嘅危機。偶像神話轟然坍塌，所謂嘅清純玉女、完美偶像，被揭示為人性中嘅普通同埋脆弱。資本信心驟減，投資人開始收緊資金，擔心藝人嘅形象隨時會成為隱患。觀眾信任流失，fans 們發現偶像並非完美，而係同自己一樣有缺點嘅人。從此對偶像光環再難全身心投入。呢場風暴之後，香港娛樂圈似乎失去咗向上嘅動力，電影嘅票房唔再輝煌，樂壇嘅青春偶像亦都逐漸失去咗吸引力。一個時代喺照片門裏邊戛然而止，而人生並唔只有沉淪，跌倒之後，佢哋依然選擇喺各自嘅道路上邊堅持。陳冠希喺家庭裏邊揾翻咗溫情，張柏芝喺小朋友身上揾到依靠。阿嬌仍喺舞台上邊尋找自我，佢哋用各自嘅方式證明，風雨雖然能夠摧毀光環，佢摧毀唔到繼續生活嘅勇氣。或者佢哋再都翻唔到從前，或者佢哋嘅輝煌只係停留喺記憶裏邊。但正如嗰句殘留喺電影裏邊嘅話音，所有嘅事都會過去，被遺忘，包括我。時間終會帶走傷口，佢冇辦法帶走佢哋留低嘅故事。嗰啲故事提醒住我哋，生命裏邊唔應該只有痛苦同埋遺憾，仲應該有希望同埋堅持。所以請記住，每一次跌倒都係為咗更好嘅起飛。